但是刑警大队长期布局，知有一个靠在地势力所组成的暴力集团，锁定家里、客家等施工中的工程，威胁业者以无事先报备，需要付地方处理费来恐吓。日前警方掌握线报，由台南地检署指挥的专案小组破门冲入去犯罪现场，顺利逮捕中性主嫌甲成员总共12位到案，并找出标榜西瓜刀、空气枪、电动气枪以及欠钱行钱的标记等证物，兵分10路拘获中性犯嫌等成员，共计12人到案，起获空气枪、仿 MP5 电动枪、铝棒、西瓜刀、辣椒水等暴力讨债犯罪证物。全案讯后，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、刑法强制罪、恐吓取财罪及公司法等罪嫌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但是刑警大队表示，警方将持续扫恶打击组织犯罪，无用稳任何不法。呼吁若被害公司或者是业者曾经受类似恐吓讨钱的情形，一定要勇敢站出来报案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